再来关心中油桃园炼油厂，昨日传出有一个工人无细意去嗅到真毒的气体硫化氢，造成这个工人当场怎无喘气、无心跳。因因同事发现了后，是赶紧把人救出来。加在送病院了后，是已经恢复生命的现象。因硫化氢传开的范围是拢伫咧厂区内底，环保局嘛会持续做监测。 大货消防车甲救护车伫炼油厂进出，陆续有17台消防车到场。中油桃园炼油厂初五下晡发生意外，不过即摆毋是火灾，是传出有大气体外泄。消防局派17车47人到场，环境部技术小组甲桃园环保局人员用监测器关注现场气体浓度，原来是外包厂商的工人伫做广线安装网板的时阵，技术空气呼吸器软管落落去，无细致数值硫化氢，好在在同时发现，赶紧将伊送医。炼油厂的一些维修的这个工人在实施硫化氢管线的加盲作业的时候。 不幸吸入了硫化氢，造成了当场呈现一个欧卡的状况。好在经过抢救，这工人已经恢复喘气、心跳，医院咧继续救治。环保局也通知中油炼油厂关护水道，避免将水排入人坑体。初步调查，探气所在拢集中伫厂区内底，民众暂时免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